你过那个灯有啊，那什么书啊，我还可以拿给你哦。一天要这样的，啊，这个我头脑是无私无边哦，结果更主要的哦，大家爱国哦，继续来练。
啊吼，相拄啊吼，无简单吼。再次给大家祝福啊吼，祝福大家甲心想事成吼，身体勇健吼，100年以上吼，多谢大家吼，谢谢。毋是嘛当冲啦，是嘛当冲，拢当冲啦吼，就是安尼，爱大家做些付出吼。过来，邱世谦同学吼，请你来头前吼，来头前，另外一个讲就是，你这你听个这你好无？好啦，你这较早你看我也要啊，啥口刚是要，这。江同学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是咱这个英林川会小老当一来这姓区的，我是邱世谦。真难听啦吼，50几年吼，大概无几年吼。那无安尼，其实同学会吼，大家做伙嘛，加入上一下吼。这个是真好聚会安尼啦吼。希望吼，大家吼，到时间吼，看联络一下吼，大家互相联谊一下，去大佚佗，也是讲来领导一下，来领导唱歌拢好，我真是理解啦，就是甲侬讲是实去啦吼，就是讲，即个现代的时势嘛，就是讲，咱事业反馈吼，咱甲伊来做伙，因为吼。老的甲少年的意见无同，是毋是安尼？莫做伙吼，不是话阿爸跟阿大姐对无？咱若做伙就搭喙，有时啊500甲你赢啊，对无？所以讲安尼啦，感谢吼，感谢这同事吼，大家小实在些吼。若有时间吼，我即摆现就是吼，本来是伫田中吼，因为田中放实习去做啊吼，我现在去伫田中吼。家己田吼，用一个火油起咧，歹所在啦。若有时间吼，即阵去联络我个皇帝安尼。有通唱歌吼，有通去啦安尼。好，感谢，祝大家吼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你邱世谦以前啊吼，介绍家己做啥？这个吼，本来大家都毋知我做谦啦，邱世谦。其实吼，迄个叫做邱世杰，简单的杰，我吼去做2年吼，我的顶官用啊活，你说这个活多各方面啊，替我迄家电影这个奇怪，我哪有这个体验？算讲伊个吼，也联邦甲环保都拢无共，所以讲吼，我拢无去意念。听我伊这感觉讲，我哪有这个体验？他到底是啥？叫，邱同学吼，伊这个名是遗憾，所以我特别看到安尼字典查无啦，咱讲歹势有查无，以前嘛查无，咱同学来较早吼，迄老师老师伫甲咱教吼，讲凊彩讲右边右边啦吼，那个中间啦吼，较早老师拢无咧管，即摆咱个母语已经恢复啊，所以咱拢要去了解。邱世谦的邱世谦，你一开始就起足吼，后来杨松珠同学吼请上台吼，后来邱叶宇吼，邱叶宇请准备吼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杨松珠，我上个很老了不过现在吼，是我是做较调做银行内底啦，我现在是一天啦。我自从我即摆做我是参与咯，慢慢唱歌甲做物件啦。若时间咯，恁若时间台我，我拢唱歌，卡拉舞蹈唱歌，大家好，谢谢。你讲过吼，无咧穿吼，老人无会回应，老人无回应，所以做咩是唱歌吼，就嘛无不否认的吼，谢谢。邱叶同学，伊来努力哦，来努力来改良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改了看卖了，看你要监督对。所以到底有新春啦，几好啦，有时间来我这边，谢谢。我是歹势啦吼，今日就是3年的观摩来一个参加感觉吼，真人伊那个酒啊安尼食久无，阮做伙安尼。
我看着感觉讲真好，安尼迄生活来感觉讲好，会想过去安尼啦。所以讲我今日来参你的歌，当然我甲恁有共款。伊就向我回来，我要来去来讲啦。我就住伫咱这后面遮呢。若有机会你遐来，遮礼拜感谢你了。谢谢。陈秋生陈老师哈，陈同学，陈秋生马上上台哈。秋天去准备，陈秋生老师带进来的跳舞，然后他毕业都不是我们哈，我们去老师作业没有？对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秋生。我一直想我跟我们永兴很有缘。除了小学6年，然后我离开永兴我初中是读的是园林的实验中学。周田先看看，先看周田郑雪娥同学请准备哈。你好。今年有的是一年无看，有的是5、6年无看。我叫邱富田。今日真欢喜，我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咱爱感谢吴荣昌甲这个老师再一声。拄才老师讲伊6代船长咱是足希望讲后摆快当做宣传。对，这校服遮好着的时爱叫出来，大家当初咱来甲帮忙一下，谢谢啦。有时间再来讲这我出来这一把啦。现在讲把咱别食，我谢谢啦。想抽波想高兴的哈，继续回来。感恩大家旧同学、老同学热心参与，感恩吴荣昌挨家挨户去找这些同学，一一把他找出来。我今天不来我很对不起他。我跟我老公讲说，我今天回去不可能，我先去吃了，回去再准备给我们吃的。我们有这个机会哇，从10几岁的小毛女现在变成阿公阿嬷，有的可能当阿祖了，所以很不简单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岁月如梭日子过得很快，每个人都要珍惜感恩大家参与，大家要开心健康，平安健康快乐成就长话短说时间也快12点了 OK， 祝大家祝福同学。我未来主要是学说吴荣昌为了办这个同学会，每天这样晒太阳晒到乌黑，对呀，叫我无论如果要回来，所以我再怎么样，他就来参加。他也是38年前参加过一次，民国70年，所以以后希望大家还有机会再去。朱在同学曾金聪，对，曾金聪，长大，同学大家好，我叫曾金聪，曾金聪，谢谢，各位谢谢，简单再来，在一同学，张冰华同学请做准备。笑容卖出去，阿公我拢真好听就这样。不然
明华同学请上台，吴海安同学请做准备。张明华同学，吴海安同学请做准备，钱康义请做准备。麦克给对头啊，我无事。麦克较晚，较晚嘴，麦克较。大家安，晚安。今日个礼拜来参加同学会，祝大家上台啊！先康义，请上台啊！开场，麦克拄较头前的，拢无听到。麦克拄较晚。三位同学请做准备，大家同学请做准备。无声啦。无声。很高兴今天参加协会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，在这里大家多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吴海同学、张尚义同学、张尚义同学请上台，张尚义同学。有报告没有来啊？有报告吗？有报告没有？好，来下一位同学。张尚义再过来，我们请张龙宝同学，张龙宝啊，有问，你说这人放不下，他再买了，去买了，来。你他再买了，去买了啦。哎呀，你他有说报告有啦，我叫不听的啦。自我介绍，不列名头。大家好啦。我今天同学请做准备。我都丢了本啦，都细汉都家人本科我都无印象，所以比唔只会量无好，比唔只囡仔。对啦。啊，就细汉头啦，啊，就比唔只囡仔，我都无变着。你大家拢扮甲真福相，真福会，我拢无变着。啊，如啊，麦克伤细声。听无？因为我那家己不好啊，甲都营养无好，无老母，无老母去照顾，甲都这样头，啊无法度啊。我开这好来。好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简单的位啊，名字过来。好来，谢谢。啊，来过来邀请刘新润。老兵哥，今天卖服务，到我厝家吼，讲大声无啦，对，好势大家好吼，秋顺请做准备，要真认，哎啊，即摆是规准的，吼，啊有业过来啊坐，吼，谢谢。麦克拢听无。过来，咱请秋顺同学请上台，秋顺。秋彩香同学，我已准备。就是你讲。准备啦，无啦，准备一个。大家真的有机会哈。大家好啊。麦克较晚的，较我吹。我是秋顺啊，我都系歌哟。啊，大家好吼，安尼我袂晓讲我哋，你过来。结束你决定啦。好啦，来换下位同学。你们可以告诉我。大家好啊哈，我们两个是住在福准住在麦克挖水在听，哎对。阮两个是住在福准，阮是那个港建北，所以他是秋盛，我是秋彩香。啊，我家在台北景美，有时间去台北可以找我到我们家坐坐。啊，他是住在高雄，我们是一个北部，一个南部。分开两地，我们也在公司
从小都在一起，到结婚才分开。对啊，到结婚才分开，而且偷偷讲生意，我们连洗澡都一起洗。不简单了。老公好像在上班。对呀，因为我们你也要录影，你也要拖起下去啊！这个往过来，我讲你要去安尼，我等下我。洗澡，赶快洗一洗，要去睡觉，明天早上还要去上班。所以我们夜间就一起洗澡，一起去上学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关于弄味道，我们要谢谢。前面听的部分比较远哦，这是最好的吧，最好的讲座哦，最好的分享哦，感谢他们啊，感谢大家的同学。继续邀请的谢永宽同学哦，谢永宽同学，刘华山同学请坐这边两位。谢永宽没有来吗？请上台，谢永宽请上台。谢永宽。谢永宽，接着刘华山两位请坐准备。哎呀，算买去倒啊？算买去倒？算买去倒？对啦，我冇去倒。过来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谢永宽，满处拜访，谢谢大家。叫来。过来邀请刘湾山同学两位。好啦。好，先康你一起。算买的哈。洪伟尧，请做准备。洪伟尧，请做准备。好了，先康你一起，好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咱这是第59期第29届同学会。今日，咱首先上感谢是乌龙昌替咱分比这伊的真实甲伊分享，咱家鼓掌起咯。乌龙昌谢谢你。我是刘华山哦，咱19届我是过来菜的，我是伫咱公园哦，推荐去了后无就是咱过来招收，这是咱太张胜明哦，我这个过来招收，嘛是今年有时间来找我哦，会拢无问题，好，多谢各位。好，各位，今天节继续吧吼，我就是在个大家就吼，就从然后专业吼，以后要等待啊，提出来的都是依赖咱的方法来吼，再次给掌声，谢谢。来，是洪伟尧同学，杨光明同学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洪伟尧，第一次参加同学会，也很高兴看到大家，也感谢这个刘华山吴龙昌同学制作这个影片，来这里就可以认识很多的同学，谢谢。多谢。杨光明同学请下来，再次以朱立端同学请做准备。好，杨光明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光明，今天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要感谢乌龙汤同学的辛苦，今天才可以完成，谢谢大家。要选朱立端同学，杨淼同学两位请做准备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朱立端。非常感谢是乌龙汤，再来感谢是阮这位。上较来感谢就是阮遐同学，拢在台北坐好去了，足感谢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谢谢你了，谢谢。再次邀请杨淼同学两位，赖千川同学请做准备。谢谢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淼，很高兴这次来参加这个会，谢谢大家。感谢因为是河南乡下一位。各位同学好，我叫赖千川，较早老师拢叫我赖宇昌。真欢喜参加今日同学会，首先来感谢咱的召集人吴龙昌和大家打请，多谢。河南乡同学上台，代表同学请做准备，代表同学请做准备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南香。我有聊过，大家心想事成就好了。谢谢。
练。我那个也都好。大家好。我已经大概大概大概大家好，我就张炳坤哦。目前大部分的时间是耍台中小部分的时间住在永定，我哥在附近老家，买了地皮谢谢各位。好，感谢。再次邀请同学，刘邦宪同学请上来。曾昭义同学也为新疆民族做准备。各位同学好。我是刘邦宪。你大家有感觉？今年是人生的开始，人生70才开始，今年是5岁。所有的事情从希望，我的事业也慢慢的交给第二代。我希望明年还可以再举办一个更盛大的年会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刘邦宪同学，再次祝张同学健康礼请上台，曾昭义同学健康礼请上台，杨慧玲同学请做准备。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曾昭义这个王太太，我是买伫彰化，太太甲我分到较久吼，咧讲阮配买彰化分到到即摆来，50年，大家后边过来好。这卖其实袂到大声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杨瑞，去年也参加，今年嘛是过来参加，因为参加这个同学会，就随便讲做伙大家来做伙在一起。我大部分讲伫咱这个咱本县村的这个环境，无去排污，所以对学校咱去县民国校这个县民标，同时大家机会，去讲机会较大，大家就容易来参加，咱咱同时又更加正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再次邀请咱的邱志波同学请上台，邱志田健康礼请做准备。已经讲过来同时大家我大家好今天我第一遍参加咱这同学会，看到这同学大家拢真健康，身体真好大家我感觉真欢喜咱这个一年办一摆，感觉真好。咱离开这个学校50-60年第一趟上红来看这朋友这同事，感觉真欢喜。非常感谢这个吴同学也认真就这同学会办得真成功，真欢喜感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就小姐姐在，我们同时掌握姐在，你都能进来在此邀请邱志田健康礼准备。这小姐先来给我姐一下啦。邱显义，家政助理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日来到这已经咱同学会时阵真久，捌大家见面。从做囝起到即阵，所以咱可以避免无遮熟悉。大家拢已经10几岁，我到即阵已经年生已经10岁。所以莫去夹较脆。所以今嘛是讲可能主要是这是世界上好名所在，所以说
谢谢，就是同学，谢谢全班同学，谢谢各位吧。因为呢，但是要这个邱显丽同学比上来，陈斌的同学一起做准备，他们在公开先做准备。自我介绍，你名头啊？名，我是啥安尼头啊？19届同学，我是啥？同学大家好。好。我是19届。我是咱这延平国小的邱雪丽，希望大家支持，我照顾，谢谢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简单又明了。好，陈明仁同学，你那个代表，我明日来哦，我看。陈明日来哦。我可以来。哦，压轴的，来给人民人，这七家联动，来。同学大家好，我是陈明仁。我们首先要谢谢吴荣昌同学因为经过了找我去我要打抓，谢谢你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谢谢。多谢。双波完成哦，那是我似乎遗漏，没给你，但是主要不了，看你了还用哦，那你的改位，这里的就2八位哦，都是这些哦，多谢大家。
Thank